好啦，喺聖經入邊，天同埋地嘅概念就係用嚟表達神嘅空間同埋我哋嘅空間。嗱，我好清楚我哋嘅空間係點啦，我哋喺度住有樹啊、河啊、山啊，但係一講到神嘅空間就好似有啲拗頭啊。喺聖經度，我哋可以得到一啲嘅圖畫，去嘗試幫助我哋去掌握乜嘢係神嘅空間。對我哋嚟講，基本上係冇辦法明白嘅。咁即係有兩種好唔同類型嘅空間。係啊，佢哋嘅本質係好唔同，但係好有趣嘅係喺聖經入邊，佢哋唔一定係分隔開嘅空間。你可以咁樣諗，天同地就好似兩個空間，但係可以同一時間喺同一個領域裏邊去重疊。我哋成日都講話人死咗會上天堂，但係呢個天同地重疊嘅概念，我哋好少會提及到噶。係啊，其實咁樣係好奇怪嘅，因為天地嘅結合就係成本聖經喺度講緊嘅嘢。佢哋以前係點樣完完全全嘅結合，之後被分開咗，同埋神點樣將佢哋再一次帶翻埋一齊。咁不如翻返去最開頭睇下，當天同地完完全全重疊嘅時候係點嘅呢？好啊，聖經裏邊對伊甸園嘅描述其實就係咁樣噶啦。喺嗰個地方裏邊，神同埋人一齊好和諧咁樣去居住，冇任何嘅阻隔，人同神一齊去建立一個好靚好繁盛嘅世界。但係呢，我哋人想用自己嘅方法，自己話事，我哋唔想要神，想建造一個冇神嘅世界。冇錯啦，所以咧，我哋有呢兩個分開咗嘅世界，聖經咧裏邊用咗好多唔同嘅字眼去講佢哋兩者有啲乜嘢分別。咁你話呢兩個世界可以重疊，咁究竟係點樣嘅呢？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咁我哋就要講下聖殿啦，因為喺聖經嘅世界入邊，你要透過進入去聖殿嚟到去經歷神嘅同在，喺嗰度就係天同埋地重疊嘅地方啦。喺聖經入面咧記載咗兩種嘅聖殿，第一種咧就係會幕，簡單嚟講咧就係由摩西建造嘅帳幕，而另外一種咧就係由所羅門起嗰座好大棟嘅建築物啦。聖殿嗰度有好多唔同嘅裝飾，例如有果樹、有天使嘅形象，仲有各式各樣嗰啲金啊、珠寶啊等等。呢啲設計係要令我哋感覺好似翻咗去伊甸園咁。而喺聖殿嘅中心有一個叫做至聖所嘅地方，嗰度就好似係一個神同在嘅熱點咁。即係我哋可以再同神一齊啦，係咪？咁又未得住，因為聖殿都產生咗一個問題，神嘅空間係充滿咗佢嘅同在、美善、公義同埋榮美，但係人嘅空間呢，就充滿住罪惡、不公義同埋所引致嘅醜惡。咁既然呢兩個空間好似水溝油咁樣，佢哋又點可以再重疊埋一齊呢？咁呢個問題就係透過用動物嚟獻祭去解決啦。咁搞笑，無啦啦關獻祭咩事呢？嗱，是咁的，用動物嚟獻祭呢，就係當隻動物代替咗你而死，就承擔咗咧你嘅罪。於是呢，就形成咗一個潔淨嘅地方，喺嗰度你就可以自由咁樣進入聖殿，去到神嘅同在裏邊啦。咁即係如果我係以色列人住喺耶路撒冷，我就有機會去到神嘅同在裏面。但係你話聖經故事全部都係講緊天同地再度嘅結合。冇錯啊，所以我哋要繼續睇落去，直到咧耶穌喺新約裏邊出現，喺約翰福音裏邊提出咗一樣嘢，就係神成為咗人，就係耶穌啦。佢喺我哋當中建立佢嘅住處。住處呢兩個字咧係好特別嘅，佢嘅正確解釋咧就係佢喺我哋嘅當中建立佢嘅會幕。所以約翰喺度提出咗一樣嘢，就係耶穌就係聖殿啦，佢就成為咗天同埋地重疊嗰個地方。耶穌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冇留喺呢一個安全潔淨嘅地方，佢周圍去同啲罪人喺埋一齊，佢去醫治人嘅疾病，寬恕人所犯嘅罪。佢其實就係喺度製造緊一個個裝載住天國嘅地方，等人可以同神去喺埋一齊。但係佢係喺呢個有罪同埋死亡嘅世界裏邊去做呢一樣嘢，而佢不斷咁同所有人講天國好近啦。佢甚至吩咐嗰啲跟住佢嘅人呢，要經常去祈禱，祈求神嘅國降臨，佢嘅旨意成就喺地上邊，如同成就喺天上邊。但係咧，有好多人覺得耶穌威脅到佢哋，於是就殺咗佢，搞到咧好似破壞咗呢一個天同地再度結合嘅計劃咁樣。但係我哋睇耶穌呢個故事嘅時候呢，我哋要翻去前少少嘅一幕，就係當施洗約翰見到耶穌嘅時候，佢話：睇下神嘅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嗰個啊！所以耶穌唔單止被形容為聖殿，佢亦都被形容為聖殿裏面嘅祭物。冇錯啦，耶穌就係喺十字架上面承擔咗罪，形成一個潔淨嘅地方，而且冇任何限制，唔係好似以動物獻祭咁樣。
耶穌嘅獻祭係有一種可以不斷擴散嘅能力，去叫到天同埋地有更多空間嚟到結合。咁聽落都幾好啊！但係咧，我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我死咗之後會點嘅呢？我係咪就會飛到去神嘅空間同耶穌一齊呢？係啊，喺新約聖經有幾個地方都有講到基督徒死咗之後就會翻到去天堂同耶穌一齊，但係呢個唔係聖經故事背後嘅重點，個重點係天同埋地點樣藉住耶穌再度結合，並且喺耶穌再翻嚟嘅時候完完全全咁樣結合。喺啟示錄裏邊，我哋見到一個畫面，就係伊甸園成為咗一個城市，有罪同埋死亡嘅世代正式結束，因為人類被救贖成為新造嘅人。神嘅空間同埋人嘅空間就再一次完完全全咁樣去結合啦。